观众朋友大家好，非常收看今日福喜类嘅节目。今日大家咧讲嘛嘅咧，今日大家咧小解冻或是嘅概论，是概论听听。但係按樣嘢我係啦，大家都討論咧，研究之類，大家直講，直談嘅實苦嘅保育，大家都啲咁個啲用呢類認識嘅，用呢類保護嘅咧，食類並係啲點解裏邊嘅係啲良心結論涵蓋呢個負責任財育善小雞分享。大家好，我是良辰鸡蛋行的蔡玉珊，今天很高兴来到这边，也欢迎我们可以说是负责人，是也可以说老板啦，对不对？但是因为刚那个我们的负责人那个开录前很谦虚，他说可以叫我那个小妹或送货员就可以了。今天很开心哇！你看现场带了好像有10壶米，对不对？还有很多的鸡蛋来到这边。不过我们今天要跟大家聊的其实不是只有米跟鸡蛋，其实我们要讨论一个好重要的议题哦，就大家也常常讨论，然后也常常听、常常说的，我们说石虎的保育，对不对？我们就想说石虎的保育跟鸡蛋还有米会有什么关系嘞？不过在这之前要先跟大家说，你今天会坐在这边，可是你其实之前从事的工作跟今天完全不一样，听说是类似像医务管理的责任的一个工作。是，在这之前呢，我一直都是在医院上班，对，然后大概做了已经有25年了，哇，对，然后因为家人的期待，总是觉得过去会觉得说我们这个年纪在医院上班会比较稳定，对，我其实妹妹也是护士，是，对。那家里面的人会觉得在医院上班是一份很稳定的工作，没错，对，所以就是从小就让我们希望立志让我们可以在医院服务这样。对，因为我有看过就是这个玉山这边的一些报道，对，其实就是很有美术天分啦，对，然后其实也是在从事医务工作的高阶主管，对我觉得这也是家人的期待，有时候也是这个社会主流价值的期待，会觉得这样工作做得很好啊，对不对？对，干嘛要去做其他的？不管是在内心那种小小的梦想，对。不过真的后来就转行了，对，所以现在就变成是大家看到的这样子的一个模样，对不对？对。可是为什么会从医务管理突然就跳到这样的一个行业嘞？其实这个也不是偶然的，因为我其实从小就很喜欢画画，那就算没有在医院上班，可能也会被送去当美术老师。有，对。可是因为在求学时代呢，对于美术这件事情，我并不是做得很好。是。对，因为以前我不知道我要画什么哦。然后我虽然在医院上班，但是其实如果有遇到一些需要布置啊、需要画画的时候，我都还是会拿我以前曾经做过的事情来做。对。那一直到有机会参加扶轮社、参加社团之后呢，我就因缘机会接触了石虎保育嘛。哦，对。那在接触石虎保育的这个过程当中呢，它就是不小心激发了我的一个创作的动力。因为我知道我可以画石虎，是我知道我可以画鸡，我可以画鸡蛋。对。那在几个月前呢，应该说去年吧。我就为了想要找回我自己画画的那个感觉，对，所以我还去找了老师，就是重拾画笔，然后就把这些东西都画出来，对，让我就比较有信心的可以做这个创作，这样，所以才会有现在看到的这些东西。对，所以你看，听起来是一个创作的一个，我觉得是因缘际会，重拾当时心中对于美术的那一个初衷。可是事实上不只是这样，对不对？因为想说画画就画画嘛，对不对？我们还是可以教小朋友啊或什么。可是我们现在又买盖卵哦，我们有卖鸡蛋这件事情。那你想说这跟卖鸡蛋有什么关系？其实是因为就开始从事石虎保育的工作，等于是一起参与，就是好像是回到了通宵那边，对不对？然后才正式的有感触，然后就开始做石虎保育的工作，对不对？一开始我是协助那边的农民做石虎米的推广。对，因为石虎需要栖地嘛。那这个栖地如果要保住它的一些，因为石虎它为什么会绝种，是因为没有东西吃。没错。对。那没有东西吃的话，我们就要想办法把它的食物来源找到。对。所以我们就是说服那边的农民，就是他在栖地处。那边的农民可以去种植无毒的稻米，对，那让它的
吃的东西可以回来，像老鼠、野兔、青蛙，对，甚至一些昆虫等等，是，对。那要推动这件事情其实不太容易，没错。所以我们也是想了很多的方式，跟那个石斛保育协会的陈美汀博士，是他的理念呢，就是推动这个石斛米的种植，让这些食物链可以回来，了解，对，然后一步一步的增加更多的这个石斛田的种植，对，这样。那因为米真的是很少，因为种的人真的太少了，对，所以这个流域收复的这个概念，其实推动的蛮辛苦的。那再加上完全都是无毒的，它需要一些设备。那这些设备，我们就是以扶轮社的奖助金来，就是帮助他们去采购一个，也不要讲全新啦，就算是二手的也没有关系，让他们可以比较轻松的可以去做这一件事情。对，兄弟兄弟朋友谈到的感受很有意，我是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就是今天也借由这个节目，让你所有改兄弟朋友来分享，讲的是什么呢？就是说台大读工，你以为都会保护石斛，我们都要做石斛保育，但大家就会想说，那我具体可以做的事情是什么？其实具体做的事情，刚刚你分享的很棒，就是你可能因为有一家洞口改提缝，它才有办法在那边生长嘛，对不对？对，那怎么样有个好的地方？其实就是我们要提供一个好的一个环境，所以从台港会走堵改变杠天呐，所以你属洞口改天体，因为洞口改天体，该不会改宽体可以讲好嘞？其实石斛它自然就会在那边发展。它就会在那边生存，然后所以我们种植的米，我们就叫石斛米。对，但是因为说实在的，因为其实你说叫大家不要用惯性农法，我们用一个比较自然农法的方式去种植这样的稻米，它当然秀也是好烧，该传改签是电都没好烧，所以其实好像有点不够，对不对？对。所以怎么办？所以我们就有了石斛米，但是还是不够，所以我们就间接有了鸡蛋，可以这么说吗？可以，因为当初我在推广这个石斛米的时候，就有一点受限了，因为常常有人说，你除了卖米之外还有什么东西吗？后来才会有了米香，是，对，但是米香是石斛米的米做出来的，去做的，对，但是米不够啊，所以也没办法完全去做米香。那再把这个米香做出来这个过程，又有时候遇到夏天。又不好做，对，所以现在我们是有一直在改善包装啦，是，然后一直到因为刚好我舅舅，我妈妈是同乡人，对，然后舅舅他也是在那边养鸡嘛，有个生态农场，对吗？在就是爱格生态农场，是，他就知道我在那边做石斛保育，然后才来找我说，愿不愿意跟他一起做这个鸡蛋的事业。一开始的时候，我不会想到说要帮他卖鸡蛋的这件事情，因为我一直都在医院上班。是，因为没有想到那么远。对，我们说斜杠也好，或是转行也好，这个转行是非常非常的不一样。对，完全是可以说是一个天平的两端呢。因为我没有下过田，我对这些东西也不了解，我甚至我也不会做饭。所以要我去接触鸡蛋这件事情，其实很陌生，很陌生。是。可是一个念头一转，我就想到说。常常我们的朋友跟我讲，米他不能一直买米啊，他问我有没有其他的东西，我没有其他的东西可以卖啊，我就想到说，那舅舅刚好跟我提这件事情，就是一个念头闪过以后，我就觉得，我是不是也可以来卖鸡蛋？对，我卖鸡蛋，我也可以捐钱给石斛保育协会，做的跟这件事情是一样的，对，概念是一样的，对，所以我觉得，那我是不是也可以试试看？也许可以试看看，因为其实我一直虽然在医院上班，但是我一直想创业。对，可是我不知道我要卖什么，除了在医院上班之外，我什么都不会。后来也没有想到说有一天要去做生意，家里面的人没有人做生意了，只是说提到这个概念，有这个灵感了之后，我就会去想，我是不是真的要去做这一件事情？那一开始就只是身边的朋友卖米卖蛋这样，结果反应不错，然后我们的蛋也真的越来越好。对，结果我从一个不懂鸡蛋的人，就是会渐渐了解这个鸡蛋生成的过程跟其他的蛋有什么样的不一样。对，所以就做了3年，有一点成果，也有固定的客源，就让我很有信心的可以继续做下去。对，我觉得也要跟大家分享，就是说，其实也不是只有卖鸡蛋这么简单，因为舅舅那里开的一个农场，其实舅舅有非常非常重视那整个农场的一个生态的保育。对，所以其实也是因为这个理念跟你们当时就是卖这个石斛米种农田的概念是一样的。
对，等于是他那边也是提供一个非常好的环境，就像也提供石虎一个很好的栖地的概念一样，所以它其实跟那个石虎的保育，跟你的概念、跟你的核心思想是连结的。对，其实我比较担心，我当时最担心的是，因为石虎绝种的原因有其中一个是鸡舍冲突嘛，哦，就是它没有东西吃去偷吃鸡，所以很多鸡农会杀石虎。了解，对，所以才造成它绝种的其中一个很大的因素。对，那舅舅是养鸡的，我就会担心，我就问他说：“那你会讨厌石虎吗？”然后舅舅就告诉我说，其实要保育石虎，就是要让鸡不要被石虎吃掉的一个很重要的关键是要有鸡舍。是，它晚上石虎是夜间出没，没错，对，所以它必须要在晚上要在鸡舍里面。对，而且其实我们的生态环境是非常好的，不是只有石虎会吃鸡，蛇。老鹰，都是会的，所以它还是必须要有一个鸡舍。对，所以石虎保育协会的3%这个基金里面，它有一部分用来做鸡舍的修缮，我想在图片上面都有看到。对，那舅舅他的理念其实也是用一个自然生态的农法，是来养鸡，然后保护这其他的动物。对啊，对，所以我当时就是去造访他之后，我非常的感动。对，他今天这样子的一个爱护动物的一个养殖的方式，友善的农法啦，然后人道饲养，所以也比较有信。再加上他的鸡蛋品质真的是非常好，所以我就很有信心的，就是帮他，就跟舅舅也一起合作这样。还有嘛，改动静才改故事，你聊下，等下长再讲哦。东方一走在绕墙，都会你讲良心结论，烘改那个负责人、老板娘或是送货员来到这边，然后台高都会分享这么多这个石虎保育的一些观念，或者是哇，等一下我们要好好来说一下鸡蛋。我们上段节目讲到的事情是舅舅的这个农场，对，然后当然舅舅的农场非常的，就是我们说它的生态环境很好，然后它的理念也很棒，所以跟我们对于从你开始做石虎保育也好，石虎米，其实这个整个让你很感动，然后理念也很接近，所以我们才有今天一系列的这些我们说鸡蛋的成品摆在这边哈。不过我觉得哈很有趣，就是听说舅舅生态的那个农场的环境好到，你说像有时候你们用那个影像，比如说像是监视器的影像录下来，会录到非常多对不一样的像动物在里面，对，都是野生动物，都是野生动物会在那边出没，会。比如说我好像有看到他写说，还有比如像我们客家话常会讲说“鸡狗拐”，就是竹鸡，对，竹鸡啊，然后什么像白鹭鸶，当然大家都很容易看到，但是像竹鸡，我们都真的只要在山里面才看得到。对，所以这很棒哎，所以你们会不会因为这样反而有很想要做一些生态导览呢？因为那里是生态农场，但是我们并没有开放给民众进来，因为它会有污染的可能。哦，对，因为只要有人参观，就一定有污染。那这样对那些鸡，而且鸡其实是很胆小的。是，对啊，哇，会影响到他们的心情。是，听玉山这样讲就知道，他们对于鸡的重视跟鸡的保护，所以说我们将会污染我们，而且有可能会就是伤害到鸡，因为它很胆小。所以其实听说那农场的附近就周围还会养一些种植茶树，是吗？我们有种植茶树，还有就是草地上也都是让它自然生长的，它就会有一个多元的生态嘛。对，那种子经过风啊、传播啊之类，它就会有很多的植物在草地上。那鸡在放养的时候，它就可以自由的去找他喜欢吃的东西。对，这对他的健康是有帮助的。是，对，所以就是，而且听说那个鸡舍也很，就是完全没有臭味，没有。这怎么做到的？当然这是一种专业的方法啦。是这个我其实这不是我的专业，所以我不懂。我理解，但是我们可以就是客观的条件来想象的话，当然就是说，比如说你让它吃得很健康，我自己揣测，那鸡健康了，那它如果有一些我们说臭味难免就一定会来自于鸡的粪便啊，对，可是它的粪便也不会是什么拉肚子的粪便，我自己大胆假设大概是这样，或者是在一些技术上面，比如说你常常让它保持一个还不错的环境，比较干净，或者是什么，自然而然整个环境好了，那个空间好了，那个味道也就没有这么臭了之类的。
其实跟他吃的东西很有关系啦，因为我们的饲料真的是很专业，精心调制，对，再加上又有牧草，对啊，我们的牧草也不是随便养的，它是有国家认证的牧草，所以就是很高级的牧草，很健康的牧草让鸡吃，它是有经过国家授权种植的牧草，对，所以其实我们常都知道说，我们的鸡吃牧草。但是你吃的牧草跟我们的牧草其实是不一样的，是，对啊，所以我们可以说999鸡就是吃牧草跟自然放牧在一个很棒的环境里面。为什么周围还要种茶树？是因为其实鸡很怕蚊子，对，然后那样的如果在旁边种植那样的一个茶树就可以防蚊，天然的防蚊，我们就可以不要用药，不要用农药，对啊，那蚊子不会靠近，鸡都不会生病。所以你看，这就是一个循环，这就是环环相扣，对不对？所以，如果今天我自己养鸡比较传统的，我可能会担心它有蚊子来咬它，它可能会生病，所以我可能就要喷药。一大部分的人是喷农药，所以我喷药的时候可能就会影响到那边的环境，甚至就影响到鸡蛋。对啊，可能会污染到鸡蛋。对，好，既然这样，我们可不可以好好来讲一下这个鸡蛋有多棒？是，因为我能够讲的大概就是它看起来颜色蛮饱满的，然后看起来好像很美味这样子。对，养鸡真的是一件很不简单的事情啦，它每一个环节都是专业。那从鸡的品种的挑选，好像这种就是平常大家讲的土鸡蛋，对，它其实就是专门生这种颜色鸡的罗曼鸡。是我们的品种是罗曼鸡。好，那也有生白蛋的鸡啊。对啊，什么海蓝啊，对啊，那些它是专门生白蛋的，但是因为台湾人对于这种颜色，就是土鸡蛋的接受度比较高，对我阿嬷都会觉得这比较营养，连我也会有这种迷思。像我们有时候去外面吃饭的时候，他就会说小姐，我们店里的是严选土鸡蛋，然后就拿出一个这个，我们就觉得好像这个很强，对。对，可是听说你们的鸡蛋可以放很多天这样子。其实因为我们的蛋呢，我们蛋行的蛋几乎每一天，我们礼拜1跟礼拜4会进当天的蛋，就是当天生的蛋就会送到我们的蛋行来，新鲜的，对，是最新鲜的，产地直送，对，一般蛋行没有办法做到像我们这样。是，那我们的蛋行永远都是同一天。对，今天这一批蛋就是同一天，对，同一个养鸡场生的蛋，它就不会混到其他农场的蛋。对，因为如果有，但我不能说其他的蛋场不好，只是说这一批蛋如果全部都来自于同一个农场，我们比较不会有那个疑虑，他至少知道说它的产地在哪。对啊，那因为。生出来的当天做一个茶树的基本清洁之后，就送到我们蛋行里来了。对，那一般的鸡蛋的保存本来就是可以常温大概20天左右。常温可以20天，真的。因为以前我们去超市买鸡蛋，回到家第一件事情就是先把鸡蛋放冰箱。那是因为超市它有另外一种管控的运送方式，它必须要冷藏。必须要冷藏，对，那国家可能有规定要用冷藏的方式来运送。对，那冷藏的方式运送的时候，你送到家里来或者送到店里面，你再从店里面买进来，你就一定是要冰箱啊。了解，因为它已经从冰箱拿出来了，那你再买回来，那要把它冰回冰箱去。OK，那常温的蛋本来就是可以常温摆放的，可是基本上你要确定它是哪一天生的。了解，对啊，就是我今天去你那边星期4哦，假如今天星期4，我确定今天就是星期4，所以我今天拿到，然后常温，我就可以真的摆在家里常温。因为我们都会，我们卖出的鸡蛋上面都有一张卡片，上面会写这个是哪一天出生的蛋，有认证，有出生认证，有日期卡。了解，对啊，所以你就可以不用担心说，我这天我买的蛋到底是哪一天的，我可以放多久这样。其实你去观察。可能便利商店或者是那个一般超级市场买到的蛋，它上面打的日期其实都不可能是当天的。说真的，我对鸡蛋的了解很少。如果今天是我自己去买鸡蛋，我没有在认真看日期，这件事情是真的。但我心里回到家，我一定冰箱，而且我有焦虑感，我会觉得这个蛋好像要在1周内或是3、4天内，我一定要吃完，我就会有一种觉得它会坏掉的心情。对，所以其实如果今天我们在良辰鸡蛋行买，大家是走在动安心，因为你第一基本的水性线改乱，然后表的不哈，50倍倍送，和走在表你性，你就是还可以放这么久。那我可以再举手发问一下吗？老师，请问一下这个鸡蛋，我们每次煮之前都要洗鸡蛋，这个好像是因为我们会说上面会有细菌。
对不对？你如果是买一般超商的那种洗选蛋的话，大部分是不太需要洗，因为它已经被洗过了，它已经被洗过非常多层，所以它的蛋壳比我们的还要薄。因为蛋壳本身是一种膜嘛，它越洗本来就是会越薄，那越薄它的保存力就会更下降。是对，那再加上刚生出来的鸡蛋上面有天然的细菌保护着，它本来就会有天然的保护力，所以我们的鸡蛋可以放更久的原因在这边。那因为有基本的天然细菌，所以才会需要洗。吃之前要洗的原因在这边，但是洗选蛋大部分是不太需要。了解，对啊。所以那如果我们买良辰鸡蛋行的鸡蛋是要洗吧？一定要，其实我没有我们想的那么严重啦，只是有些人他可能肠胃会对那些细菌不太适应，所以当然洗的还是比较安心。是，对啊。所以你看我们这样从聊屯节目组该下广东聊哈，我们的感受是什么？我们的感受就是这个鸡蛋真的很让大家吃的很安心，对不对？是啊，跟石斛米一样，就是你吃石斛米或是吃这个你讲爆米汤，按用改东西，你附中改二西，因为它是好的田种出的有机米，所以这是一个好的农场自然放牧吃牧草的一个好的鸡蛋。对，我想因为你自己以前是从事就是医务管理的，虽然说是比较是管理职，对，但是对于吃好的东西对人体的影响这件事情，其实已经不用再100、200、300杂沟沟，因为我们访问过非常多医师，医师也常常说，他说其实你吃进去什么，那就是影响你身体什么，这件事情没有悬念，不用去质疑。对，所以大家常会说你吃了炸鸡，那炸鸡会有什么影响？那就是影响你什么？你吃了有打药的鸡，那就是会影响你的身体。对，所以吃的好的鸡蛋，它就是真的非常有我们知道的那样的一个营养价值在里面，而且最重要是吃的安心。是，对，所以其实今天我们除了跟大家讲这个鸡蛋，但是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个很有趣的事，听说那里的鸡还要听音乐。是这样吗？对不对？我好像还是听古典乐，是不是？还听卡农这样。对，听说舅舅会让他们听音乐，因为舅舅他以前是农业研究所嘛，他以前研究乳牛。就是听音乐可以让他泌乳量增加啊。那我刚刚我们讲的是说让他听音乐，不是说让他一天会下2颗蛋的意思哦。对，不是这样的意思，因为有时候鸡一天不会生蛋哦。刚刚我说28个小时一颗，28个小时一颗，可是有时候它可能超过28个小时，因为天气很热。是，对，那就是不喝水。了解。然后没有办法下蛋，了解，烦躁，那就让他听音乐，让他心情好一点，可以真正28个小时生一颗蛋，这样的意思。所以今日其实做在得到玉山嘅故事啊，做在得到东都上去介人嘅地区，还有嘛嘅做在分享，你聊下，等下张总来讲。东方一走在分享的玉山来到这边，然后抬高了富英雄。我觉得很棒的事情是，我们常常介绍很多东西，但是我们很少这么仔细去讲鸡蛋这件事情。对，而且我真的是很糟我今天才知道说，一只鸡一天只能生1颗蛋。对，然后所以我以为有时候可以生个双胞胎之类的，其实不是这个概念，没有拍谁。所以其实到台高会讲，就是说，其实一个好的环境本来就可以有一个好的环境养的鸡，当然就会有更好的鸡蛋，对不对？哈，不过讲到你生到你该手艺给空气比较少，你给不改老公烟意很嘛改，其实讲到改老公烟意很有趣哈，好简单哦，我来念一遍给玉山听，好，玉山一定觉得很震撼哈，想说要讲客家话，还要讲俗谚语。公都千秋某然，在文字上面其实比较白话文，可以蛮能理解，对不对？好像说到钱就无缘，大家就会觉得说，是什么意思啊？卖意思，公都千是某然，这什么意思？对，其实应该是说这句老古人留下来的智慧是说，如果你做任何的事情，所有的事情，你都是以钱放在前提，那么可能有很多的事情你是做不成的。对，那觉得因为今天特别选了这一句老古烟一绕台高的富英雄，是因为我觉得也很契合今天的主题。刚刚在广告的时候，是正一绕玉山的富英雄俩给老古烟一，他就会说，我们的这个利润真的很低，肯定是的，因为你要做的是一件很艰难的事情，动辛苦改事情。你想想看，我们要卖一个这么好的鸡蛋，你要有非常好的成本，消费者是不是愿意花比较多的钱去买鸡蛋？他觉得他在超市可能
多少钱就可以买到一盒，可是我却要这里花更多的钱才能买到，这是一般人的消费者心态啦。对，你想想看，台刚讲，我一包米多少钱，我就可以吃好久，我为什么要去买10糊米，对不对？可是事实上，今天台刚在讲，就讲到钱吼是某然是黑俩意思，就是说我们不是什么事情都以钱为前提，因为黑公你融好豆改千以卖爱用改10糊米，其实你做的事情是生态保育，我们人类活在地球。已经破坏太多了，对，所以现在能够回馈的事情其实非常的少，就这么一点点，吼，所以这就是金不改楼骨黏腻。不过我们在上段节目已经讲得很清楚，这个鸡蛋，刚刚广告的时候我偷偷问玉山，我说，这个蛋是不是吃起来会特别好吃？他说，我觉得是，然后而且把蛋打开的时候，你这样闻没有腥味，对。真的是这样，我发现如果说有些蛋打开闻，好像真的会有蛋的那个腥味，这是为什么？有时候我不是说要鼓励生吃鸡蛋，就是有时候鸡蛋料理半生熟的时候，还是要稍微注意一下，对不对？不过讲到聊台高与反咸哦，我觉得你今天为什么会说这看起来很疗愈哈？因为我们很少把鸡蛋放在这么可爱的蛋盒上面，对，然后还有这样的木箱，听说这都是你自己做的，是吗？是，就发挥你的美术魂，对不对？都是你自己创作的木盒这样。我在卖这个鸡蛋的过程对，因为总是难免遇到竞争。是，其实有好几次我都想要放弃哦，要不是因为为了要做这个石斛保育，我真的是不想要跟别人去做这种恶性竞争。说实在，大家都觉得好像卖鸡蛋好像很赚钱，所以就很多人会自己去养鸡。可是我觉得最终它是抵不过我们这么专业的饲养。那也就是因为有竞争，所以让我去思考，我们这么好的蛋，是不是要搭配一个什么样好的东西来装它？了解，所以我才会想到，我是不是要做木盒来试试看？因为我们在国外好像会看到很多人拿木盒来装鸡蛋啊，对。可是，在台湾没有。我看到这个木盒装鸡蛋，我就幻想一下自己在阿尔卑斯山下，有没有？对，一个木盒打开都是鸡蛋，回家要煎蛋这样。对。那其实我爸爸以前是木工哦，但是他在做木工的时候，我并没有去跟他有一个什么接触或是连接，对，直到我现在为了要卖鸡蛋，我来做木工了，我就会觉得好像我父亲在我身边。哦，听了好感动哦。对，其实我后来去学木工的时候呢，好几次因为老师总是比较严格嘛，都会觉得你这里怎么没有做好，那里没有做好，我都会幻想我父亲如果还在我身边的话，他会怎么去做这个东西？他会怎么告诉我？这个事情应该要怎么把这个木盒这个技巧去呈现它？对，其实好几次我在边上课，我就去思念我自己的父亲的时候，我会觉得这怎么能够让我那么感动？对，所以做到现在，你看这个鸡蛋放在这个蛋架上，其实我想要推广的就是一个常温蛋的概念。对，因为这个木头的东西是不能放冰箱的。是，但是如果你知道它是可以常温，你吃到那个水煮蛋，因为水煮蛋是以鸡蛋料理来讲，它是100%吸收的嘛。是，所以我把这个蛋架做出来，让你们可以去。吃水煮蛋的时候很疗愈，对，然后煮饭的时候常温蛋摆在旁边，你可以很好就熟，那就达到我的目的啦。其实这个蛋盒看起来很简单，其实非常难做，是，它需要很多技巧，对，然后为了要吸睛，我又得在上面画画，对，那我其实我一开始我对我自己的画工没有很有信心，说真的。我一直觉得我画不好，我总是会忍不住想到小时候老师说：“你这个不能这样画，你那个不能这样画。”就会让我，可是我现在在画在这个蛋架上，会让我找回我曾经小时候很喜欢画画的那种快乐。对啊，我觉得你的故事其实很激励人心哎，我觉得很棒，因为其实我跟你这样子聊天，我知道我可以。感受到在你的内心，其实从小到大有好多好像有一点被压抑的也好，或是被隐藏的那一些灵魂，或是那些小因子在这边。可是我觉得在这样的时候，转业也好，转行也好，我觉得它可以重新被发展，然后以前被压抑的、被酝酿的，可以在这个时候重新被看见。因为你刚刚说到一句话，我特别
感动。那父亲那一段，我刚刚是非常非常感动。但是你刚刚说，我以前画画的时候，老师常常会说你这里画不好，那里画不好。我觉得这也反思到那个时候的教育体制，就是说我们在这种创造力上面，其实好像一定要怎么样做。我觉得某种程度也是创造力的一个压抑。不过我觉得没关系，我觉得我们现在都可以做这件事情。而且刚刚还有一个重点是我今天新学习到，在玉山身上，就是说。原来安永改一个木盒，其实就是要告诉你，我的鸡蛋是放常温的，你不用担心，因此谁用样是不用备凶，你就摆在外面，摆在厨房里面，琉璃台上面多可爱，多疗愈，多棒！对，我觉得不只是这样，我要赶快跟大家分享，就是其实你还教小朋友做这个石斛杯垫，对吗？是对，画杯垫，然后也借由这个过程，告诉小朋友这样的一个概念跟观念。因为我在卖鸡蛋的时候，我觉得我用嘴巴讲，我在卖鸡蛋，我有捐3%给石斛保育协会去做石斛保育的工作，我觉得这个连结太少了。我觉得我总是觉得店里面还缺乏很多石斛的元素，但是我又对自己的画画没有什么信心，所以我就试试看，我能不能画出我自己想要的石斛？结果就练习的就画出来了，然后我就突然觉得。我好像可以去教小朋友。我先教我女儿，这个是我女儿画的，先教她。我发现我可以把小孩子教得很好。对，然后我可以教他，我也可以教别人。对。所以如果我可以把这个石斛保育的理念，用画画的方式推广出去，教更多的小朋友去认识石斛，我觉得这个才是我们做石斛保育一个没错很好的意义。大人要学习，我们从小就扎根，对不对？小朋友你知道，他以后就会很自然，就说我应该要吃这样的米，我应该要这样保护生态，不是长大才回来检讨我们这样做不行，对不对？而且我们以前我都画小白兔啦，因为我觉得很简单，但现在小朋友，你除了画小白兔，你还可以画石斛，为什么？因为你就是借由这个过程认识原来石斛的存在是这样，它的需要是这个样子。我可以告诉小朋友石斛的特征在哪里，对，然后它到底应该长得很像猫咪，到底跟猫咪有什么不一样？不同。然后为什么我们要保护它？是你为什么吃这个蛋、吃个米，你会可以保育石斛？对，这些都是我一个推广我说故事的一个方式。没错，对，而且不只是这样，其实玉山还到偏乡小学教小朋友。是这个苗栗。我去过苗栗3义的鲤鱼国小，还有乌梅国小，对，这2个学校也是让我找回很多感动。因为我以前过去都是小班嘛，就是几个小朋友在店里面画画。那我第一次就是去到20几个人的学校，然后看到小朋友可以很开心的画石斛，然后也许有些小朋友可能自己从来都不晓得自己会画画。我在教小朋友画画的时候，他们常常都告诉我，我不会画画我没有很喜欢画画对啊。可是其实我们很多人都不知道自己其实是会画画的，因为我们刚出生拿笔第一件事情就是画画。对，是。那如果说可以借由这件事情，我也可以不小心激发了小朋友的创作力，他发现他自己其实很爱画画。对，借由这个画石斛，可以接触到很多的色彩，没错，就是有一些美术的创造力培养，也有一个保育的观念。可以不绕墙头玉山那头两片，然后台高的富雄，除了俺豆改地区，我要跟观众朋友讲，我们还有林口店，对不对？大家走在一起都给林口改店了卖盖了，也是可以上网买的。我们也是有网页，对不对？可以上网站去买。我们刚才讲安永用，希望大家多卖安永改米跟安永改盖了，其实就是基本你所有改观念，卖了然后卖米，用下来。我们说捐钱做公益，然后等于是保护石斛，所以今天非常谢谢玉山来到这边分享这么棒的故事。所以，乡亲朋友希望你改手把动它，大家共下来保护、理解、好改环境。好，听听下来，你来做认同了。中戏福喜乐乐界所有嘅朋友會記得去到福喜樂樂界面書傾站，還有聽嘅你客家電視嘅 YouTube 頻道，讓你嘅影片呢分享出去哦，感謝大家。